难生气，常言道，恻隐之心，人间。
叫你扶贫得贫，一贫得亲。大弟此话当真？信不信于你？刚才我也把个看啊，可真的救了你一命嘞。哦，是此事呢，是我错怪他的了。多谢他的。谢倒不用谢，就是你那脾气呀，真要改一改才好。上次多谢他的。不用谢。哎呀，就是你怎么了？大弟，我已经3天未进得了。3天，这是我这里的雨呢。是吗？一哭尽哭，这是我们村里上的家常饭。哎，香面口口比3种海味还好吃。哎呀，皮，你怎么把皮也吃下去了你？多谢他的。不用谢。忙听得马蹄声声耳边响，雨这天尘土怪我们三阳，定住的口紧追快，手里洗金粉他乡。大弟，你别打为什么归不来了？好处。直到他银色匆匆路边看，牵牛来白的再走一种粮。归来身为这女子，身居壮士配何样？这兵士气势超勇，挥剑断杀相原来是不忘今人如生好，我就看面子。壮士，快下去！快对！小姑娘，我身况且有身路过这里。哎，越男越女，越老越少，越高越胖越瘦。我身况且一个少年长士，实在看见他往哪边去了。对，慢，下去，叫他带路。带路。
把身藏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大人，小娘子明明看见他们哪边去了，做啥什么把这藏起来呢？将军，把人把这金给打开。啊，大人，你是要吓说的？去！哎呀，我知道这也得的金是可以藏身。对，大人，我们这里金是不可以藏身的。打开井盖，打开。眼下可是有事。马玉生，打开，打开。相助家为亲，怎料子烦躁多生伤你。可叹哟，三女虽不三餐见，难为你报仇此间伤的病，你曾把非人心我明，也不准你家居何方愿与情。
望你，恩义良师莫再提。我本是皇城三爷孟佳妮，何老壮士将你亲。今早九江人张布兰进宫领赏，臣民们听了，请他大人到元人，元官老爷进了城，九家娘娘花钱包，花轿相迎他恩人喽。老兄啊，五龙都快喊破了，就是不见张布兰前来举帮，晚上布兰出大计，真是挂事情。为一挂不挂，委屈禀老爷。臣民们听了。
你看，喏，娘真好看。哎，慧兰，刚才娘在村子里听到一件奇闻。什么奇闻？娘我了这么大年纪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你。娘，你看谁呀？回来。这天圆滚的人到城上，你我披头张光，这都是兴旺人间寻人。那观众，小民不来本姓张。
娘了，只怕你进得东去，为娘就整夜见不到你。娘，姐姐，姐妹们。有请老爷。老爷一宽，呼兰踏起。酒家恩人在上，谁下过一拜？在错了。酒家恩人在上，谁下过一拜？错了，有法的错了。咦，你家我见他起波澜大起，问问哪位才是酒家恩人？啥事都是，啥不是啊？都不是。哎，那有这般道理？怎样般道理？老爷请看。方虽是酒家恩人面
他方。也是言之有理。哎呀，有见我二家二父把查波兰继承家的姑娘也顾不留，请来见我。是，走走走走走。拜谢老爷。好，钟家姑娘听了。本园令乃是凤英皇命，他遭救驾恩臣张布兰。你们哪一个叫张布兰啊？大人，我们城里的姑娘个个姓张，为波兰去的都叫张布兰。吼吼，你们都叫张布兰？是啊，我们都叫张布兰。你叫张布兰？是啊，我叫张布兰。那么你也叫张布兰喽？是啊，我叫张布兰。你们都叫张布兰？是啊，我们都叫张布兰。来呀！有，见我统统一我远呀，一去分是。有一位中外名玉姬，巧不了顷刻之间中国情。去南年来种姐妹，回来长结来便是比。且慢，请问大人，姐妹们身犯何罪？玉魔王子冒上王恩，反定是欺君之罪。要知大人，万岁当年有言在先，张家去哪一家查波兰大计，就向哪一家报恩。今日你们国师王恩反要之罪，这是你们犯下了欺君他罪。你这是捏造圣旨违抗生命，违抗生命是我亲儿所问，这才是我捏造圣旨。那么完成查波兰经也是你的旨意喽？当然是我的旨意。就叫恩臣在上，再下跪一拜啊！娘。小心翼翼的
想那张古兰与我家女儿相识一晚，今日越发的亲热了你。哎，总算他俩亲亲热热，无奈这居家之功是人家的，不是我女孩。夫人你呀，林上今天，不巧不行，那山城里的哑姑娘能见你带来多大的好处？只要功夫大，好吃不为少哦。启禀大人，钦差大人到，快快有请，有请大人，有请恩师大人。谢恩师大人，也请免礼。恩师大人，想当初你为保家，真是功劳谢顶。今日插新本院，一路辛苦了。想当年我冒死保家，路过此业，今日孤体就有，真是感慨万千。来呀！这是万生区区不礼，万望恩师大人笑纳。也气何必客气，本身那酒家女子已在延期府中。真是万生真是几经折折，谈了又谈，放了又放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张不兰的下落。现在正在花园与我女儿有关呢，也其劳苦多高，对本钦差奏明万岁，厅堂从中也不上。多谢恩师大人，请那酒家女子起来相见。是，有请波兰姑娘，有请波兰姑娘。有请波兰姑娘，波兰姑娘到。
迷茫。原来是他，好似当年风景上金山山与梦君王，唐僧两汉进宫去，岂非是庐山真有难隐藏？恩师注定伤痕长，我冷眼相看陪一旁。想想此生世上苦，无论财力不应当，是不义之词何根？来一个明秀参讨，安度陈仓。恩生清楚啊！本清查奉旨你恩生进宫，请大人回禀万岁，不然不举进宫，只望万岁保恩于张家期中乡亲。恩生杀生大事，保救万岁，理当受赏。这是奉恩生将救家之事略有大概，以便呈报我啊。是啊，请姑娘讲不明啊。是此大人，请听。3年前，官臣应议在君王，为其中是我将他进来唱。爹兵回避我杨银路，我有地缘走到江旁，待待那爹兵不为风水君王怎么意了？早已历经的歌唱。原来是此，口舌不平，与何为证？你报款不来，可以作证。可用我也可。大人请看。为生不然，女子皆有，岂能作证？大人不信，那就让我面见万岁。面见万岁！你的万岁真的是来报你臣服之恩吗？谁会报信我的仁义？为谢当年之耻，为报当年之耻。大人，你在争气啊！你先讲他君王，倘以水晶之动，分明是有灵手一场。既然是王室的兵乱世不敬，分明是要将万岁于死地。本清查是来夺你归还，请有圣旨在此。大人啊，小女子生生望书艰难相见，乃是
也请，也请。恩师，刚才张不来求君王之事，你都听清楚了？万生我都听清楚了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的女儿就是救家恩人张不兰。恩师，你在讲什么啊？本钦察知道你的女儿聪明眼熟，才貌少见，又有相知之意，今日你天赐良缘。哎呀，恩师，这位欺君之罪，万生之后担当得起呀！有本钦察之子下了条案，你还怕些什么？这更何况有这帮块不兰作证，就跟法务也是好了。这个本钦察是一片好意，经久不缺，相欠万劫。万生不过，万生不过。叫你女儿稍作准备，明日一早随我启程去宫。受恩师。今夜你女儿就是救家恩人张不兰，就是救家恩人张不兰。哎呀，老爷，这真是喜中天降，喜中天降！我们该好好谢谢赵大臣的恩德呢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此事非同儿戏，非同儿戏呀！你莫非真要进去不去，那切法绝不成。像我家女孩，称得上是绝世佳人，女中才子，她是能进得宫去呀，万岁定准，宠爱无比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万岁万管什么，真不兰，假不兰的。要是我们得罪了曹大人，他恼怒起来，你却对得起吗？啊！是这事嘞，我们只有这一条路了。对，只有这条路了。弟弟，母亲，弟弟，此事不可，此事万万不可啊！家的绝望里，怎能逃避去的？不兰本是君家女，岂能跌倒是女兵？是非颠倒你莫信人，放心大胆进宫去。弟弟呀，岂乱之事难预察，到头来害了你，害你自己。有了都是都想我女里，更无需怕查那怕奴的想的是花事，又是仙女，凡事越看越爱越欢喜。中传十风夜观书，高峰真风不归去，到那时一步当好很中长，今日
了。为娘我也向你跪下了，弟弟母亲。也该免去离逆，红不动换下应居家恩德。休假恩德已降临，西至不变，命才多王莽，即坐相迎。弟子万岁有旨，命才多王莽，即是相迎。7岁万岁，请太朝令人不来言辞，快快有请。弟子万岁有旨，曹子定见驾。立子。臣曹子定见驾，吾王万岁，盼万岁，一声谢万岁。万岁，官快不拦在此，请万岁严惩。西
嫂，快快有请。是，俺是有事找过来见驾。你做真心来迎，参见安叔，恩人快快请听。你了啊，白素。把面呐，恩人，你是有病有美了。恩人一路辛劳，故早已为你配得举业，请恩人上座，来拜宴。咦
生。起死逃命退精神，就来自于我去航，退自己乱心，那不是知错改错，我
天，你就是出马了寡人，却当了孤王，孤也就不怪罪于你。此话当真？据我信言。万岁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嘛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哎呀，万岁，小女子并非是张伯兰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想当初你结我取名，我得叫你波兰为证，告成他情。哎呀，万岁，小女子实在没有救家之恩呐。恩人，今天你多饮了几杯，今说起句话来了。万岁，我并非酒醉。那，乱开句话，真是为贼呀！万岁，小女子与欺君之罪。好，我杀你无罪。万岁，小女子并非是居家恩人，乃是冒昧顶替的假牛皮。假牛皮！万岁！张家气中草木兰真为难人，张不兰娘与从心意纯真，弟弟为把皇恩领，逼我冒名上京城。官亏不兰，为我在你的手上，乃是弟弟救我的。弟弟他是谁？家父真开，我这家父是我里，万岁翻脸不用心，苦了月饼是常相逢，深夜泪如长情。说孩儿的父亲，好生忘恩，胆大包天，困境。万岁！我望到你是有道明君，恰有来是个糊涂昏君。糊涂什么？混在哪里？望你难佛父母相比，怎能不从？进宫明君可谓是景象，年岁隆恩，身虽官禄，图了真经可谓是敬重。小女子忠孝两件，不才自有啊！万岁呀万岁！倘是小女子不讲真言，你也分不清真假。如今我讲了真言，为我反要问责，请万岁三思。万岁，小女子还有话要讲。起来讲。谢万岁。小女子闻听居家人张不兰已被当成死了。你得怎讲？张不兰已被当成死了，请万岁叔叔去他一命。母亲恩人是老王，等教孤王怒满腔，下次查判不用情，来呀，要换曹子兵死出来。今日你张张天天
官衙本隐形，他也曾官堂走城门。那你为何不到明政府去告他？老人家，明政府是一定会为你伸冤的。我有草子是我告的呀。好，我带你谢堂。皇帝谢堂从此立法立人，一字一字。多谢先生，我先生真心他命，他是我。我不信，多谢王先生，多谢王先生。老人家，这里银子你拿着路上借用。多谢王先生，多谢王先生。万岁，元牙也死来了。小姑为我死忙上，真是我忙上，分明是你造了我的孽，犯了我的呀！好了，二位不必争吵。请问这位相公家中无人患病？袁太爷的夫人患的什么病？心病。心病？我家先生为心病，你家先生？他只看相派人也，不准不要钱。三代祖宗以性命保证灵验，灵验好，自此先生请。他人进城去屯庭，这阵他还不隐心。哎呀，老爷，也是换那曾先生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夫人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嘞？阿弥陀，阿弥陀。哎呀，老爷，我头痛，没事嘞。哎呦，老爷，我心痛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怎么啦？老爷夫人，他是先生来了啊！他还未患病，他说不挣不要钱，夸夸有请，有请先生。先生请。先生少年英俊，官职一下倒是官的早啊。有年百事，却只算来有8几个年头了。刚才听一时也道，先生不但为款平，还为款相。能啊！一方郎中真是相郎，率命查事与款相。你难查证，多难治啊！压到瓶子到里
虑。这一马写文来，稍问新品。新品何解？夫人心中情欲所思，故而闷闷不乐，出张发迹，皆有二人新品。新品，哎呀，先生说的真呐！先生，此品可是分方便，只要夫人把心中之事统统的吐出来，接住感到，别哭且语。此事说来，先生的相思应当告明喽。领不领当场也是，真不真，故为放肆啊！先生啊，我还要查个事，夫人还要查事。好，请。一个因哦，先生是一个因事，一个因事，因是口中有个他字，此因可查可评，皆须莫否变化无穷呐。先生啊，这因是有实的。老爷夫人，请手下来，听我慢慢地讨来。老爷夫人，听了。你听了啊！三问女眷哪一位？要品察因事，才能明根于。这因事乃是看中爱一生。
言辞里面有个他字，他字取恩是个生字，生字下面加一横一口，乃字还是三字比兄比红，世界上老爷不等莫与人，三字家坏家不老爷家要不前去，恭喜老爷不是不生呀，喜乐过来呀！为个千金要叫他云啊，朝阳风中皇后啊，皇后！哎呀，老爷，本皇后你，哎，夫人啊，向女儿进宫约见，恰为何不见门子？我喜欢嘞，老爷夫人，敬请老爷莫心焦，万岁报喜要赶皇后。银毛成为龙在日之内，在日之内把喜报上天，上天，上天！哎呀，赵先生说呢，3天之后。万岁要封我为丈母娘了！哎呀，老爷，要是万岁能给小姐一点的话，要将我丈母娘接进宫里去呢。哎，那与你丈母娘进宫之礼，只有我这个当堂上阿爸的才能进宫议事。万岁当上文武大臣，叫我一生孤上他人。先生啊，你让我荣耀不荣耀，开心不开心啦？老爷啊，这今天之上，你可要走得小心了。先生，插下去，插下去。好，听了。不好，我都也现在插下去，插下去。老爷，这他子去后要必去呀！千金终于富贵命，这6年不讲不难。18必在心啊！只怕撞龙门的要活领头。哎呀，我的手啊！完全牺牲自己，救自己。好，常言说得好，母与实，桃与法，可用一个替身法。替身法，只要找到一位年龄与你女儿相仿的女婿，太尉最难，归国千金，方能蒙兄化解。我找一个年龄与我女儿相仿的女婿。
呀，对呀，你把张不兰正好与我女儿年龄相仿。张不兰与你的女儿年龄相仿，好，我要当面看相。先生，我要当面看相。可以当面看相，方能到去归国千金吗？这也不明，那就算了，告辞。先生，你把张不兰正好关在原衙牢狱。这原衙牢狱我受去的呀。先生啊，这原衙牢狱嘛，是我家老爷所关。错办王法，非同小可。王法，先生自谓出自款项，这官上之事嘛，你就不懂了。遇到是天告王的冤，你管他什么王法平生？这真黑冤呢，我老夫说的话就是王法。坐待先生到女牢为张不兰看相，先生请。最惨吧，刀成黑，隐情败露要我能斩。起高眼先下水，反朝自根腾退混，混。就在这里。请问妈妈，张家喜往哪里走呀？张家喜，不知考官找的是哪一家？我们要找的是张福兰这一家。张福兰，她是我的女儿了。来得正好。妈妈。老妈妈，嫂子，
娘知道女儿进宫随风丧，怎样子此生相逢真无妨。女儿杀父往前路，娘亲你家贫最难度，计划。奉老爷之命，特来与你看相来了。是你的，我可生气。玉卿先生。帮把成空，我的派人将我生，杀什么陈仓三进都门，不然做饭乱结婚，爱我是女手可以，爱我难把其元生，爱我得靠近老爸，爱我母女两离分，今日不来是因不来你我要花
教育欺骗人。
不必牺牲，你究竟是他何人？我是他的丈夫。好啊，冒充丈夫，快我把你关押起来。要是道上他乃是君什么？他是我的夫君。既是夫妻，我要是下岗，先生他才我来。先生，你用我一赔上杀死，这里有长字一张。想不到，国王亲笔写的长字，高他不正。我倒要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是怎样忠于我这个君王。告辞。慢，先生要到哪里去？你这副高堂去，你去过的。为什么？今日内名罪之父垂干自己，私访官员皆非亲我，你可不要自讨苦情。他做他的事，我搞我的草。请问先生可是忘情过去？必是忘情过去。赵总可与人成妖？无人成妖。总可有万贯家财，只有一副插子谈。那你是否搞真呐？就把有王不了啊！王不从来就是空话。有人，他谁过来？
好此地，并被这送来何信一封。想不到今日奔赴对难，还进入了清查人。来呀！区国里，外方怕人笑纳。有此一言呢。嘉年兄是今日此运转，来者亦是往情不轻。小弟还需年兄多多关照，怎管谁随你呀？来者是来者，今朝是今朝，今朝外方大人笑纳啊！哈哈哈！此愧罪了。丁大人、徐大人到，想不到今日奔赴对难，惊动了清查大人，不理不上书。贼念兄，想那徐大人身为吏部尚书，素来不讲情面，大人今日后要小心此事喽。外方私财，怎还愿令拜见徐大人？他人此番亲临你罪，是路过还是专程而来？咱人姑母乃是路过，咱人百岁乃是专程哦。请丁大人接过人告场，吩咐下去。今日奔赴虽难，两位大人才自不惜，不理你是。丁大人接过人冒失告场，清明时节朗朗乾坤，来民间怨气，分明是有意操乱神气。要不也再选我，将他轰了出去。即使冒失告开，我看天有怨气，往日当堂废官。这好，这次请狄大人嘉年兄同审来呀！有升堂。
今日李大人在此，请我帮扶谁人？你不知过早，为我偏挑今日告堂。今日狱中，今日告，大罪小罪，管不了啊！大胆万年轻，公道之道，今晚开除王爷，拉下去重当死人。慢，今日乃是大圣适当之期，不可这世事大害，万事免了。看在李大人的面上免了。万年青，你可御场？狱长，呈堂来，拿去款来。他是老，他是老为我来当场，不由曾有救你金太娘，万岁叫当时到堂，我只得在记忆面望相帮。一当子必须他千丈檐下玉本在，此外也不一场，免得因祸自遭殃。万年前，仿佛明察学好，秉公而动，此案不得之内，应当查过明法，退逃。且慢！明罪自负，我章子上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唯有不正不问，便告退堂。我看万年青说得有理，我是当堂审案，以大圣之见，当堂审案。当堂审案。好，朱大人，高堂审理案审冤，怎奈老夫耳聋眼花，实在是看不清、听不明。我是让他起来讲，用你起来讲。方才乱棍架身，伤足等痛，我再不起来了。你再不起来了，那么叫他扶起来。万年青，你快快讲来。好，你听了。你不要胡作非为，人人万年青，来人人冤。
进宫去了。万岁命钦差大人接的是酒家恩人张不兰，你的女儿如今得了王宫哪？张不兰，那是我女儿酒家子用的假名。假名？呵呵呵呵呵呵。你本是堂堂江湖出世人，真是报恩有内情。万岁寻找听家女，为的是宣布家里从公卿。你尽管诬告皇帝老丧命，欺君犯上很沾应。半年前，家父千金奉旨进宫，与钦差大人亲自护送。我命罪方圆8里，人人皆知。你说他冒认忘恩，这从何说起呀？明哲自负，你是家之远必争冒认忘恩，那为什么将酒家人张不兰关押在死牢之中？家之远可有此事？徐大人，并无此事。家之远，你的夫人为何生死惶惑，心人不宁呐？我夫人完毕，与你何关呐？为什么命我到死牢之中为张不兰快想？他但出死牢，分明58道无中生有，诬告本源。半年前，家之远审你诬告，你可有承认？有他女儿贾牛兵为证。带贾牛兵，带贾牛兵。做真神，吓得本源很厉堂上的平儿的冒生王为臣，女儿才见不了。但他欺君他才自暴自弃，快贾之远，贾女平可是你亲生女儿。他并非是本源之女，竟是出自老不知哪里的疯女子作此假证。贾女平，贾之远可是你亲生父亲，小女子公当知道是出言好人。贾牛兵，他敢作证？他去世了平三三夫妻，再聊下去，贾之远，你外与荷花可见？大人，
这家虐兵400者之女，这冒生王恩一事，也是钦差大人曹之兵他的旨意。钦差大人到，侧击。这里呀，徐大生随当之去，岂有不来之理？曹大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周知府受担，我岂能不来？那真是巧。二师，我生母全都遭人了。遭了什么？冒生王恩。曹大生，去。曹大生，家子有什么生我恩要我，那是你出的主意。想不到今日神案升到本钦差台上来了。将军，本钦差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唆使你女儿去冒生王恩？本钦差奉旨行造救家恩人，为何要你女儿冒名顶替？想到你我冒死报家，此情难道为了一个救家女子前功尽弃，走上前路？不成，大人，前院今公堂之上，你下不了单，言论心口之王，今日本钦差在此，万不与我重生聚堂。来，哎呀，大人！这事情正在公堂之上，下不了单。那万年前不知道哪里得来的疯女子掩耳风月，王大人听他。在汉院之人上堂。汉院之臣新生命在从实将来。是大人，小女子名叫张伯兰，我要高地去认她天长。天长走才靠天，到也是为君临。想当年君王下不遂，头上下金台王命，此今欲将我不来呀老王，说是将女闹无名，一将万山击来路，杀成烈可有情有心。途中爱我娘亲，又曾因夫居家人，今日里揭开家面路真相，他才是3月之间应该这金在那万岁乱成他。经过4场公道，快进！万岁驾到！快进！
万岁！我封你为五个娘娘判嫁宫中。启禀万岁，我娘配合用古来来随小启门再进宫中。好，姑念你一片孝心，待你走小启门接着进宫。谢万岁。贾牛兵听封。万岁。我封你为玉梅娘娘。谢万岁。怎么能听封？万岁。我封你为密罪之妇，接着上阵。谢万岁。万岁万岁万万